有時候我都會睇下啲唔同嘅食譜，淨係有關雞蛋嘅食譜啊，都有幾百本。每一隻雞蛋可以演變出千變萬化嘅食物，而最有代表性嘅一定係法式焦糖燉蛋。2隻蛋黃加埋30g嘅砂糖，輕輕咁攪勻佢。200ml 嘅純忌廉，再加半條嘅雲呢拿條，起咗啲雲呢拿籽，再切開雲呢拿條，倒埋落去啲純忌廉裏面一齊煮，用細火慢慢咁煮到出煙，就好即刻離火啦。之後我哋用個格隔翻開忌廉裏面嘅雜質，然之後就分3次慢慢倒入去同蛋黃漿攪勻佢，因為一次過倒呢會凝固咗啲蛋黃嘅。攪好之後就擠入去我哋準備好嘅容器。如果倒完蛋漿之後有泡泡喺上面呢，可以用啲火槍慢慢咁打翻散佢嘅。喺個焗盤上面加條毛巾同加啲熱水。之後我哋就可以擠入一個預熱咗160度嘅焗爐裏面焗40分鐘。焗好之後攞出嚟放翻台面，大概回溫到室溫之後就可以擠入雪櫃，雪佢4個鐘頭或者1晚。雪好之後就可以攞出嚟，準備砂糖灑上喺燉蛋上邊。之後我哋準備火槍，慢慢咁燒，燒到金黃色嘅焦糖面，就係完成我哋呢一個焦糖燉蛋噶啦。最後用薄荷葉同埋藍草莓嚟做裝飾，就完成我哋呢一個法式焦糖燉蛋。如果中意我整嘅嘢食，不妨訂閱我食神再歸位嘅頻道。下次見。